閃兵二班傳曝光，修傑楷、坤達遭求刑2年8月演藝事業停擺。台灣演藝圈近日再度被閃兵案震撼，今14日，新北地檢署正式起訴閃兵二班12人，其中包括修傑楷、陳柏霖、謝坤達、張書偉、廖允傑等藝人，求處有期徒刑2年8月，引發社會與粉絲高度關注。對於這起有關公眾人物形象的案件，修傑楷經紀公司表示，目前進入司法程序，就不再多回應。閃兵事件自黃大陸率先曝光後，迅速引爆網路與媒體討論。第一波閃兵一班包括陳零九、威廉、陳大天、陳向希、阿虎、陳信維、大根、李全等9人，均已遭起訴，且除了黃大陸尚未開庭，其他8人皆已認罪，但僅求輕判或緩刑，均遭檢方拒絕。而這次起訴的閃兵二班12人中，有5名藝人，修傑楷、陳柏霖、謝坤達、張書偉、廖允傑，因為在公眾場合與媒體曝光度極高，檢方認為其行為不僅背離公民應盡責任，也對社會有示範作用，因此嚴格聲請法院量處有期徒刑2年8月。修傑楷自2014年認愛賈靜雯後，一直是台灣好爸爸的代表人物，代言、廣告及活動邀約絡繹不絕。僅以廣告收入，每支行程約300萬元，每場活動約30萬元，若與賈靜雯合體拍攝效果更是倍增。而他多年來參與各類公益活動，也塑造了模範夫妻與良好父親的形象。然而，如今僅因一念之差，演藝工作全面停擺，對他的事業與公眾形象造成巨大打擊。粉絲與網友紛紛留言感嘆，認為真是得不償失，模範形象一直崩塌。但也有人強調法律與公民責任的重要性，呼籲尊重司法程序。對於近期坤達已回歸主持工作，修傑楷是否有復工計劃，經紀公司保持沉默。其他被起訴藝人的態度也較低調，多數透過律師或官方公告向社會道歉，並表示願意配合司法調查。業界人士指出，這次閃兵案對藝人形象的影響遠超過金錢或刑責，社會公眾對於公眾人物的示範作用與責任感有高度期待。即便案件結果尚未最終定案，但已足以讓藝人重新審視自身行為及職業倫理。法律專家表示，兵役義務是國民基本責任，對於公眾人物尤其重要。一旦違法且被媒體廣泛報導，不僅可能面臨刑責，亦會對職業生涯及公眾形象造成長期影響。社會輿論對於閃兵藝人的批評與關注，也凸顯公民責任與媒體監督的雙重壓力。從黃大陸陳零九到修傑楷、坤達，閃兵案已成演藝圈不可忽視的社會議題。明星光環下的公民責任、法律與道德的平衡，成為業界與公眾討論的核心。對於藝人而言，任何輕忽都可能引發無法挽回的後果，對社會大眾而言，也提醒大家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公眾人物的一言一行，承載着更多示範意義。